哈嘍，各位街坊，今日唔講廢話，帶大家睇一個爭議幾多，但買得超火嘅樓盤——星河津御府。我係良心中介老梁，喺惠州買咗9年樓，找我買樓返現70%現金，簽約就即刻俾。星河呢個盤好唔好？我老實講，下面分析幾點俾大家聽下。惠州仲海星河津御府係個性價比幾高嘅樓盤，先講下佢嘅優點。價格優勢，3期均價大概9500蚊每平米，大精裝現房；4期均價大概10500蚊每平米，大精裝期房。同周邊同類型樓盤比，價格更抵，適合剛需同想改善居住嘅購房者。戶型設計有89到143平方米嘅2、3房多種戶型揀，戶型設計合理，空間利用率高，滿足到唔同家庭嘅居住需求。交通配套，交通好方便，離管衛城際，輕軌惠環站直線，距離大概100米，可快速到惠城區、東莞主城等地。周邊仲有陰龍高速、惠環高速口等3個高速口，開車出行好順。教育資源，直線3公里範圍內有42間幼兒園、10間小學同8間中學。小區仲自己起咗約5000平方米嘅12班幼兒園。教育資源充實。生活配套，樓盤直線3公里範圍內有3間1級及以上醫院、22個商場，周邊3公里仲有20個公園。生活方便，環境又靚。小區環境，小區綠化面積夠大，裏面有健身器材同娛樂廣場，俾居民有好嘅地方休閒健身。隔籬仲有一個4.42萬平的體育館，日常活動空間充足。呢個樓盤嘅缺點主要係交付減配，有噪音干擾，周邊環境唔太好，而且4期期房仲有一定交付風險。具體如下：一、交付減配問題好突出。2期之前因為交付問題，搞到好多人維權，宣傳嘅9重園林，實際淨係簡陋草坪，休閒涼亭得一個。兒童樂園都係細規格嘅塑料設施，同宣傳嘅豪宅品質差好遠。部分流動入戶大廳同樣板間唔一樣，仲有啲流動陽台封窗情況同當初承諾嘅唔符。好多流動下面嘅休閒場地都係空置緊。2、噪音同周邊不利因素多。2期近住仲海大道同管衛城際鐵路，仲靠住物流園同加油站，交通同物流作業嘅噪音對住戶影響好明顯。項目周邊仲有垃圾回收站、村民祠堂等，垃圾回收站可能會有異味，祠堂則可能讓部分購房者唔太中意。3、教育同居住相關配套，有短板或分道嘅小學離項目大概3公里，平時接送小朋友好唔方便，車位好緊張，業主經常要去附近街區找停車位。2期有好多回遷房，可能讓部分購房者對居住圈層同社區氛圍唔滿意。4期房交付有風險，而且價格偏高。而家買緊嘅4期都係期房，只可以睇樣板房，有貨不對版嘅交付風險。精裝房大概率會有瑕疵，佢嘅成交均價整體比周邊同類型樓盤高。除咗少量房源單價9000幾蚊外，大部分房源單價超1萬蚊，價格唔算太抵。總結，總體來講，惠州仲海星河津御府喺價格、戶型、配套等方面都有唔錯嘅表現。